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噶啦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噶，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開始咗細牌 Minor Arcana 嘅世界啦，由權杖1 Ace of Wands 嗰個新開始，到權杖2 Two of Wands 嘅規劃同選擇，再到權杖3 Three of Wands 嘅拓展同等待成果。今集我哋就會嚟到權杖嘅4號牌 Four of Wands， 一張好溫馨、好有慶祝同安穩感覺嘅牌嚟噶。好，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下呢張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呢？喺呢張牌度，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4呢張牌上面，你會見到4支權杖搭成拱門，上面掛住花環同裝飾，成張牌充滿慶祝氣氛。數字4本身就代表穩定、基礎同結構。火元素行到呢一步，象徵你之前嘅努力已經砌成咗一個穩陣嘅框架。花環好似 party、婚禮、慶功宴，代表有值得開心同感恩嘅成果。後面舉手嘅人好似喺度歡迎你加入，象徵被接納、歸屬感，同人一齊分享喜悅。背景嘅城堡同屋代表安全感、安定生活，同一個可以放心落腳嘅地方。成張牌嘅信息係你而家或者好快會去到一個可以放鬆、慶祝、享受成果嘅階段啊！權杖嘅4號一般係代表住階段性嘅成功、穩定、值得慶祝。同權杖1嘅開始、2嘅規劃、3嘅拓展唔同。呢張牌講嘅係你已經砌好咗一部分，可以放鬆同欣賞成果。佢象徵慶祝、搬新屋、穩定關係、被接納同支持。一句講晒，你有嘢可以慶祝，人生踏入咗一個穩陣嘅階段啊！好，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4號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噶。如果權杖嘅4號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你可能以前經歷過穩定、開心、有人支持嘅階段，呢一段安定感為你而家嘅發展打好咗基礎啊！我哋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權杖4、星星、教宗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權杖4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你之前經歷咗一段穩定、開心、值得慶祝嘅時期，呢個安心基礎為你而家嘅路鋪好咗個底啊！星星牌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表示你而家喺一個充滿希望、療愈同埋靈感嘅階段，保持信心，你行緊嘅方向係啱㗎。教宗牌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未來將會進入一個更穩定、正式按住規則發展嘅時期，可能帶嚟承諾、制度、學習或者成熟嘅關係啊！如果權杖4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你而家可能係一個順利、和諧、值得慶祝嘅時期，基礎穩陣，關係或者計劃都係向好嘅發展啊！我哋又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戀人、權杖4、太陽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戀人牌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過去你可能經歷過重要選擇或者一段深度連結嘅關係，呢份吸引力或者抉擇為你帶嚟咗方向嘅改變。權杖4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表示你而家係一個穩定、開心、值得慶祝嘅階段，關係、人際或者計劃都出現咗安定落腳嘅感覺啊！太陽牌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未來非常正面，帶嚟成功、清晰同埋真正嘅快樂。你會迎來突破、成果同埋一個無憂嘅新階段啊！如果權杖4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可能會迎來穩定落實、成功完成嘅成果，係值得開心、安心，甚至可能升級嘅階段啊！我哋再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月亮、吊人、權杖4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月亮牌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你之前可能曾經經歷過迷茫、不安或者俾情緒影響判斷，好多嘢都未清晰，令你行得好小心。吊人牌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你而家喺停滯期，需要耐性同埋接受暫時唔喐。換個角度嚟睇，你會發現新嘅方向㗎。權杖4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
未來會變得明朗，將會迎來穩定、和諧、值得慶祝嘅結果。關係、計劃或者生活將會落實，仲會進入一個舒服嘅狀態啊！最後想提醒返大家，以上嘅例子只係其中一個嘅解讀方式，實際嘅情況可以產生唔同嘅結果㗎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一張權杖嘅4號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